大家好，歡迎收睇冷門始終沉，我係馬燒燒。隔咗2個星期3個賽之後呢，今次星期三呢，終於都嚟翻 Happy Wednesday 啦。9場嘅跑馬地夜賽6點40分呢會開跑頭場嘅。咁亦都因為呢，都隔咗成3個賽日呢，係冇呢個跑馬地嘅賽事上演啦。有一堆嘅跑馬地馬呢，都堆積咗啲實力馬呢，排住隊呢喺呢一日出嚟嘅噃。咁所以我相信聽日呢，就算係有啲冷門場次呢，都唔會話毫無根據啲無厘頭啲冷門嚟嘅。咁我相信呢，聽日係實力馬呢係會做到個主導嘅。咁所以呢，就算睺一啲冷門或者爆冷嘅場次呢，一啲無厘頭嗰啲冷門，我覺得都唔使點拖啦，因為我真係覺得係好多馬，譬如佢就算熱門得嚟呢，未贏過都好啦，相對嗰個賽績都係硬淨嘅，就好似頭場嗰隻暴風雷咁樣啦。咁我唔係介紹呢一場嘅，不過想講下而家個評分制度就係呢啲暴風雷即係以前呢啲前輩就成日講嗰隻馬如果成日跑 pace 嘅話呢，就會越嚟越難贏噶啦，因為呢就1分2分咁樣加上去，咁就咧搞到佢個分呢都會高埋。咁但係依家個評分制度呢，呢隻暴風雷最近8場跑咗7場位置，咁但係都 keep 住呢係喺啲40分嗰啲水平喺度徘徊嘅。咁所以咁佢尤其是呢隻馬都係跑谷數1800最好㗎啦，即係佢2200都有啲嫌長嘅。咁所以聽日保中嘅機會都係高啦。好似扯開咗少少啊。言歸正傳啦，介紹翻呢兩隻呢，即係半冷門嘅心水啦。第一隻呢就會先講咗第7場先嘅。呢場呢就用數據行先嘅。5號嘅連連行運呢，佢雖然呢場馬有11隻對手，有好多隻呢都試過喺佢前邊過終點嘅。即係包括咗嗰4隻嘅二班馬啦。因為呢場馬呢係85分組別嘅嚟嘅，有4隻二班馬，包括咗仁和家興、馬力、紅日社同埋狀元及第啦。呢4隻馬呢，其實都係有3隻係啲過咗成年㗎啦。而馬力雖然5歲啫，但係今季都唔話即係未見到話有啲好突出嘅進步啦。而嗰4隻馬當中呢，有3隻都試過係砌低連連行運嘅。包括咗今季嘅仁和家興啦。另外上季就紅日社就贏過佢2次添。另外呢，馬力都試過喺呢隻嘅連連行運之前過終點嘅。再加埋佢最近呢2場落地呢，嗰啲輸俾啲好好戀愛藍地球手到齊來咁樣呢。其實呢場馬過半數嘅馬曾經喺呢隻連連行運之前過終點嘅。但係點解都仲要揀佢呢？有個即係好直接嘅數據呢，喺呢隻細粒仔身上㗎。呢隻馬佢依家你望落就1060磅啦，但係佢上季呢，其實1010磅至1030磅左右嘅啫。佢嘅體型呢，比較細粒啲嘅。佢就孭唔起磅嘅呢個體型。事實上個數據都證明咗㗎啦。嚟香港跑咗17場，有7場係上名嘅。嗰7場馬色數都係孭住127磅或以下嘅。有6場馬呢，佢孭120磅、128磅128磅或以上，全部輸晒嘅嗰6場馬。反而呢7場嘅上名都係孭127磅或以下。所以呢隻連連行運呢，嗰個副榜呢都有一個直接嘅影響嘅。佢季內復出同阿仁和家興單打獨鬥，嗰場馬呢就孭住127磅啦。係佢一個合適嘅磅位啦。翻到嚟輸個 short head 嘅啫，都彈甩咗後邊嗰啲馬噶啦。而再出呢132磅、130磅再走埋外碟呢，咁就蝕唔起啦。但係今次呢85分掛頭牌，本身呢個副榜已經係調低咗5磅噶啦。再加埋上次輸咗馬減多2分，加埋阿黃志雲減咗5磅，今次可以減到12磅嚟跑呢，即係孭118磅呢。呢個磅位呢，接近係佢嚟香港之後呢孭到最輕嘅磅位嚟㗎啦。所以我相信呢，佢減咗呢12磅呢，其實對於佢個表現呢，會有一個都相當直接嘅提升嘅。所以縱使你話有咁多馬都贏過佢，但係今次個副榜條件呢，完全唔同嘅。同埋佢賽前都特登呢上翻去從化操翻2個星期，拉屎落嚟草地，由阿黃志雲跳翻貨草地。
翻返嚟沙田跳翻課草地啦，咁而呢隻馬配黃志文跑谷草1000呢，兩次呢都係跑第二都入到 Q 嘅，咁所以個發揮都唔成問題嘅。咁有翻10倍8倍，如果因為佢最近兩場輸咗，咁一場係輸重磅啦，132磅，咁上次就略重磅兼外檔冇遮擋啦，咁如果輸咗呢兩場而令到佢個賠率有翻10倍8倍嘅話呢，其實係相當值博嘅，咁所以呢隻年年幸運呢，就會係第一隻提供嘅半冷門心水啦。咁另外呢，一隻呢就會係尋日喺呢個洛飛馬寶藏呢都有提過噶啦，就係第二場嗰隻嘅11號電換精英啊。呢隻馬其實就上季就喺阿偉達馬房咧，一路都係偉達馬房嘅。咁其實落翻4班之後呢，佢個表現其實都算係唔算話太差啦，即係起碼有啲走勢俾你睇先啦。咁喺3月嘅時候排個12檔，而嗰日呢係蝕咗都幾多腳程嘅，喺轉彎嘅時候翻到嚟即係出條頸跑過第2嘅啫。咁之後呢，連續3場呢跑啲4455啦，咁當時呢都係孭住131磅啊、132磅啊，咁連續兩場132磅添啦。咁同啲有3班能力嘅對手跑呢，都叫做係4455啦，你話係咪好出色？係咪好出色？咁啊談唔上，不過就起碼都叫做係重磅底下呢跑近嘅。今季轉咗去葉楚航嗰度呢，哇！咁啊馬主好似以為就攞啲突破啦，咁但係呢，賽前就好多操練呢都游唔到水嘅，同埋個體重呢係跌咗成30-40磅嘅，即係佢上季喺阿偉達嘅時候呢，1078磅、1069磅，但係去咗葉楚航嗰度呢，1041磅、1035磅呢，爭咗30-40磅嘅，又游唔到水，即係呢操練已經係有啲操練做唔到噶啦，體重亦都跌咗，咁所以個表現呢都成正比喎，咁的確呢個表現都係下滑嘅喎，但係其實季初場呢唔算係太差嘅，輸俾東來欣賞啊、輕功猛男嗰啲馬呢，其實再出都繼續有好表現嘅，咁佢輸2個馬位，咁其實算係收貨嘅，咁當然之後嗰啲體重同埋啲操練佢都未係完整翻呢，咁個表現都冇話即係反彈啦，咁就喺12月10號呢轉翻去偉達馬房呢。喂，即刻游得翻水咁亦都可以用跑步機跳咗3課草地呢，都零零舍舍都兜上去從化呢，好似都知你香港悶呢，北上玩翻1個星期咁樣上去呢試翻個大閘嘅咁而試閘嘅走勢呢，你呢度睇個評語就不上即係上落不大啦，但係其實呢個餘勢幾好嘅即係好輕鬆嗰個走勢係咁埋悶呢。嗰2課嘅踱步都係有翻火氣噶啦，咁最緊要個體重呢，喂積極操練底下呢，體重去翻佢上季季尾喺偉達馬房時候嘅水平噶啦，咁所以如果佢交得翻佢上季季尾嘅水準呢，咁上季季尾跑近嘅時候係53分，孭緊132磅，家陣係43分，即係孭119磅呢，咁足夠呢已經係可以提升個名次噶啦，大幅提升名次添噶啦，咁爭在睇下1、2定3嘅啫，咁排埋呢個3檔，而1、2檔嘅馬天下寵兒同嗰隻嘅都係熱門之一嘅自動自覺，都係前置馬嚟嘅，咁佢排咗3檔都一定係壓住條欄嘅中間位，定係可以4、5位啦，咁相當好跑嘅形勢，咁所以呢隻馬有11倍分頭呢，咁我都覺得喂都幾超值嘅噃，咁呢度呢，就另一隻半冷門心水就提供俾大家，就係電換精英啦，2場嘅11號，再加埋第7場呢隻呢咩輕磅特價嘅5號年年行運咁大家如果想睇埋馬燒燒嘅所有場次嘅文字分析呢，都可以 join 翻我個 Patreon 啦、Rocosale 啦，又或者係去翻我個 WhatsApp group 裏邊呢，都會有所有嘅場次嘅文字分析呢，提供俾大家去參考嘅。好，咁今集嘅時間呢，就去到呢度啦。咁下一次呢，冷門次中尋同埋呢個嘅洛飛馬寶藏呢，喺星期5同星期6呢，就再同大家傾過啦。到時再見，拜拜。